这个大寒天气遮尔啊冷，咱要安怎穿插来保温暖呢？除了用苍头式的这个穿法，一领衫搭一领衫一直穿起来之外，上爱注意头甲颔棍的保暖，用颔巾、帽仔、喙暗等等的物品来维持咱身躯的热度。 也有，若是拢伫即个早起咧运动的乡亲，上好等出日头才来出门。啊，爬起床了后，先啉一杯拉伦烧的滚水，互咱的身躯较烧热咧，安尼才袂直接触到冷空气，咱的身体会再袂调。 首波寒流来袭，国健署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像是帽子、口罩以及围巾等这些物品来加强头部、颈部、四肢末端的保暖，也方便民众随着气候变化来穿脱。说天冷也许这样会增加一些呼吸道感染的机会，所以我们适当的有一个遮蔽在头颈部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优先防护好的地方。除了穿好少，搁加套一领大领袖仔，才袂去寒到。 民众伫咧冷叽叽的寒天，拢会食少少火锅，啉几杯酒。不过爱说哩，有心血管疾病、三高患者，拢要加注意。高盐，然后天冷，然后会让这个血压更加困难的控制。喝酒本身也会容易造成这个血压的一个上升然后那个对这个心脏来讲也是 一个比较不好的影响。另外，透早有运动惯势的侪人，医师建议等日头出来才出门运动。起床后先啉拉伦小的水，互身躯春暖活动一下，较袂去寒到。跨年活动要到啊，民众欢喜迎接新年，对抗真冷的天气，爱会去你穿好小咯。